姐夫，你做这么久生意赔过钱吗？当然赔过了，那么多年下来，前后赔10位数可能有的。这个生意没可能不赔的，关键是你要把这个赔的那个几率降低。第一点呢，大钱基本上都是3、5年里面就把所有你应该挣的钱就挣了。我没见过一个连续的10年、20年一直可以挣钱。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有循环，有起有伏。当你3、5年好的时候，你要尽快做，尽量做，把应该挣的钱好好的保护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很大几率也会慢慢走上低谷。你看好必须收，你急流必须有退。从投入变成守业，你要好好的理财，然后等待下一个高潮的机会。如果你要逆势而行，我们广东人说的有一句，唔熟唔做，不熟的东西千万别碰。如果你那个生意那个核心你完全不了解，比如说很多人挣了钱呢去开酒吧，去开餐厅，不过他也可能是单投资的，单别的行业的，对餐饮完全不认识，对吧？必赔。无疑每一行谁都会很伤的。如果你不认识人，没有那个人脉，赢的机会是这个不是 OK 的。就是人，所有人合伙也好，他帮你打工也好，大家都是利益互换的，千万别对一个人有很长远的那个期望。反正人今天的跟明天跟下个月的同一个人都会变，所以做生意必须相信自己，自己就是一个核心，力不到不为财。什么东西真的，如果能力范围之内，时间允许，亲力亲为吧。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做事情吗？当然是可以的，不过你千万别因为那个朋友改变你对这个生意的判断的思维。无论任何人，包括你的朋友，包括你的父母，包括你的亲戚，做生意的时候啊，这已经不是你的亲戚，不是你的朋友。我们的东西投资不投人的，做生意要赚钱，你要感情公司不回应，千万别。很多人说要冷水一点，看起来是有必要，千万别以为所有生意都是有机会挣钱的。